一本古書歷盡歲月洗禮，每一頁都極之脆弱，可能輕輕一翻，書頁就會損毀散晒。要解決呢一個令到考古學家好頭痛嘅問題，美國有學者改良以往嘅成像技術，唔使打開書本，亦都可以透視內容。點樣做到嘅呢？唔使拆開信封就可以讀到信入邊嘅內容。10年前，麻省理工大學嘅學者已經做到。佢哋用嘅係鈦刻之輻射，呢種電磁波嘅波長介乎喺微波同紅外線之間。唔同物質會吸收同埋反射特定頻率嘅鈦刻之輻射。利用呢個特性就可以分辨紙張同墨水。要讀到信件並唔係難事，但係要透視一本書難度就大得多啦。書頁層層疊疊，點樣分辨唔同嘅頁數呢？其實書嘅每頁紙之間都隔住一層好薄嘅空氣。加上每一頁紙同感應器嘅距離都有啲差別，偵測反射脈衝嘅細微變化就可以區分每一頁。不過因為來回信號嘅干擾，要正確詮釋字體並唔容易。學者用咗3種唔同嘅演算法，三管齊下，足以分析出最可能嘅字母。目前技術已經有咗雛形，系統掃描一沓紙之後，能夠自動辨認頭9頁紙嘅字母。當然，技術仲要改良先至可以真正透視成本書，但係已經有博物館對佢抱有期望。將來技術成熟之後，唔使打開本書都可以解讀到脆弱嘅古書。